世界之初，天和地还没有分开，没有上下左右，也不分东南西北，天地混沌如鸡子，在不停旋转。经过漫长的演变，混沌宇宙中诞生一个神，名叫盘古。盘古沉睡数万年后醒来，劈开天地，轻的东西都向上飘去，形成了天；重而浊的东西向下沉去，形成了地。盘古站在地上，用手托着天。盘古身体不断地长高，天与地越来越远，盘古的身体发生了变化。他呼出的气息变成了风和云，他发出的声音化作了隆隆的雷声，他的双眼变成了太阳和月亮，他的肌肤变成了辽阔的大地，他的血液变成了奔流不息的江河，他的汗变成了雨露。盘古开辟了天地之后，天上有了太阳、月亮，地上有了山川河流。过了很多年后，地上开始生长草木，又过了很多年后，出现鸟兽虫鱼。这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动物都有了，但是地球上还没有人。这时来了一位神，他的名字叫女娲。他决定制造人，他带来一盆神奇的水，他从地上抓起一团泥，把泥捏成人形，掺和神奇的水，制作出来的人就活了。他做出的第一个人名叫蚩尤。女娲白天制造人，晚上让蚩尤看守住这盆神奇的水。女娲连续9天时间制造人，这9天制造的人被称作九黎，他们就是苗族。女娲告诫人们，亲人不可以结婚，给每个人起姓。她教人们制作炉生，教人们耕种，教人们制作衣服。到了第9天夜里，因蚩尤已经连续8夜没有睡，蚩尤疲倦，趴在桌子上睡着了。有一只黄鼠狼出来找食物，来到树下，树下有一条白蛇。黄鼠狼经过时被白蛇咬住了，黄鼠狼使劲挣扎逃脱了，但是黄鼠狼身上被咬出一个洞，不断流出血。黄鼠狼流血后感觉口渴，黄鼠狼爬到那盆神奇水边，要喝水时掉到盆中，盆边有一只蝙蝠正在喝水，蝙蝠被惊吓撒尿在盆中，急忙飞起撞到蚩尤身上。蚩尤醒来去看那盆神水，发现黄鼠狼在盆中喝神水，他赶紧去驱赶。黄鼠狼因伤跑不快，刚从盆子里出来就被蚩尤一脚踩死。蚩尤去查看那盆水，发现水里有鼠血，蚩尤去折来2只树枝盖在那盆水上。第10天早上，女娲来了，拿起树枝，把泥放入水盆里，用树枝搅拌，然后用树枝把泥水洒向西方，泥水落到地上就变成了人，这些人被称作羌，他们过着放牧的生活。女娲又用树枝把泥水洒向北方，泥水落到地上就变成了人，这些人被称作狄，他们过着狩猎的生活。经过了几万年，人慢慢的繁衍，渐渐增多，时间距今大约5000多年。蚩尤灵魂再投胎到九黎族，九黎已经发展成81个部落。蚩尤对已有的文字整理收集和创造一些新的文字，在主盐的生产过程中发明了冶炼金属。蚩尤教人们制造弓箭、刀剑兵器，制造陶器。蚩尤建立法规，推行道德规则。蚩尤因本领大能力强，被九黎人民推举为天子。九黎部落经蚩尤治理后很繁荣，人口远超炎黄部落。九鱼之战，蝙蝠灵魂再投胎到羌人部落，成为羌族首领，人们称他为炎帝。他教民播种五谷，教民医药，教民制陶绘画，教民弓箭，蓄养家畜，向蚩尤九黎学习文字。在炎帝的领导下，西羌得到很快的发展。为了向东扩展，炎帝向蚩尤发起战争，炎帝战败，被蚩尤逐出九鱼，向西北面败退。阪圈之战，黄鼠狼灵魂投胎到敌人部落，成为敌族首领，人们称他为皇帝。狩猎的生活方式使得皇帝善于打仗，迁徙往来无常处，以狮兵为营卫。皇帝向炎帝发起战争，在阪圈之野，皇帝用3年多时间战胜炎帝，炎帝战败，炎帝部落人民归皇帝统治。也有些不愿归顺皇帝的人向南方逃离，逃离的羌人最后发展成为藏缅语族。涿鹿大战，皇帝合并炎帝部落后，向蚩尤发起多次战争，9次大战9次都败，炎黄联军不断侵扰，却每战必败。最后在冀州之野涿鹿决战，皇帝截断水源蓄水，想让蚩尤军队没水喝。雨季到来，几个月连续下雨，使皇帝计划落空。雨季过去，连续干旱，河道干涸，双方军队吃水也成问题，仍每天大战不休，双方都很疲惫。
皇帝派遣人向蚩尤求和，蚩尤说：“皇帝有资格与我共治天下吗？”使者说：“不能，皇帝只是自己部落首领，您是天下之主，不敢与你争。现在连续战争多年，又遇暴雨后干旱，瘟疫蝗灾就要开始，恐怕天下百姓要饥渴而死。您考虑的是天下百姓，皇帝不足提，现进行商议罢兵休战，是天道人心。”蚩尤同意皇帝亲自来商议休战。第二天，皇帝诚惶诚恐来见蚩尤，不敢视蚩尤，蚩尤、刺夏等作位于皇帝座。最终商议决定，以山川河流为界，两军不得随意越界发动战争。翌日，大雾弥漫，蚩尤开始撤兵，皇帝不守协议，对蚩尤发动战争。皇帝发明了指南车，在大雾中进出不迷路。皇帝制作了80面鼓，用指南车指路，把鼓放置到战场的四面八方。皇帝又用火把驱赶野兽，把野兽赶入蚩尤阵地，鼓声大震野兽嚎叫。因为大雾，蚩尤军队乱作一团，士兵失去信心，惊慌逃窜。大雾弥漫3天3夜，皇帝抓住了蚩尤，给蚩尤戴上桎梏。皇帝杀死蚩尤，把桎梏扔在宋山上，桎梏化为枫树。蚩尤死后，连续大旱数年。皇帝剥了蚩尤的皮，做成一个靶子，叫大家射，射中多的人有赏。又剪下他的头发挂在天上，叫做蚩尤旗，还把他的未填成球让大家踢，颠球最久的人也有赏。把蚩尤的骨肉做成肉酱，混到苦菜酱里，命令所有的俘虏分吃。皇帝在天下颁布禁令，他说：禁止触犯我的律令，禁止不吃我分给你们的人肉苦菜酱，禁止扰乱我的民心，禁止不按我的规定去办。如果触犯律令，如果偷偷倒掉人肉苦菜酱，如果扰乱民心，如果不听我的话，如果不守规矩实现，如果明知故犯，如果越过界限，如果私自改动制度图自己快活，如果想怎样就怎样，如果我还没有颁布命令而先起来用兵造反，看看蚩尤部族的下场，他们得俯首做奴隶，他们得吃自己的粪，他们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，在地底下给我当墓室的柱子。皇帝最后说：所以你们都要谨慎地遵从我，不许触犯我制定的刑律，以示后人。蚩尤死后，天下大乱，不能安宁，各地纷纷反抗皇帝。皇帝以蚩尤画像作为旗子，以蚩尤威望来服天下。天下各部以为蚩尤没有死，四面八方各部都服从。皇帝部落获得到冶金技术，使用九黎文字，得到巨大发展。涿鹿大战，九黎部族惨败，其首领蚩尤被擒杀，九黎一部分成为皇帝族的俘虏，一部分向南方迁移，来到了长江流域，经历几百年后重新聚合成3苗。在这云梦大泽定居下来，现在的湖北、湖南，九黎后裔充分发挥蚩尤留下的技能，发展农耕生产，饲养畜牧，制造兵器刀剑，用以保护族群安全。经过几百年的生产发展后，他们又强盛了起来，建立起历史上著名的强大部落联盟，这就是3苗。到了尧、舜、禹时期，又发生大战，尧、舜、禹争3苗。尧为了扩张统治地盘，以不遵从我父辈的规定，恢复九黎的生活方式为由，对3苗发动战争。尧率其部族顺丹江而下，发起进攻；3苗则利用有利地形据守，决战于金丹江水库一带。此战双方互有胜负，打了许多年的仗，最后才把3苗打败，3苗欢都臣服于尧。尧年老，能力下降，舜把他囚禁在平阳，夺取了他的地位，并阻止尧的儿子丹朱看望尧。3苗部落首领欢都不认可舜继承尧的地位，舜心中不满，在3苗部落洪水泛滥之时，舜对3苗欢都部落发动战争，打败欢都这支3苗部落，把3苗的首领欢都流放到崇山，一部分3苗部落人流放到三危山，对其余的3苗采用分化瓦解的策略，加强对3苗文化的影响，渗透改变3苗风俗等方法，使3苗内部发生分裂，达到不动干戈使3苗臣服。但3苗部落人数远超华夏族，实力犹存，仍对华夏族部落联盟构成威胁。舜对尧是深藏而不露，尧安排2个女儿监视舜在家时的情况，安排9男人监视舜在外面时的情况，都没有看透舜的心思。但是舜大权在握后，便将尧的旧臣不用，改用尧不用的巴元、巴凯，并将都城从平阳、今临汾迁到南面700里的蒲坂，彻底摆脱尧旧势力的控制，将尧囚禁在平阳，直至老死。
帝尧后期治洪水是最大的事情，而共工、鲧是前2任治水负责人。鲧是极力反对顺继天子之位，所以舜掌握大权后就对鲧打击报复。4岁指共工、三苗、鲧和欢都。舜流放共工到幽州，发配欢都到崇山，驱赶三苗到三危，诛杀鲧于羽山。惩处这4个部落后，天下归服从舜。尧帝的4个主要重臣被舜流放。舜继位以后，让鲧的儿子禹去治水。当时洪水泛滥，九河急需疏通。夏禹遂联合三苗共疏九河，夏禹与三苗用13年时间治水成功。禹在治水过程中获得了很高的权势和威望，并在治水过程中获得了很多人脉关系。禹逼迫舜让位，禹成为首领，也是三苗为威胁自己统治的心腹大患。禹利用共同治水结识的部分三苗，以及顺分化策略拉拢来的部分三苗，禹联合这些三苗去攻打其余三苗。一部落三苗攻打另一部落三苗，神亲手造的九黎三苗却互相残杀，引发天怒神怨。在三苗部落联盟居住地区，黑夜时陨石落下，明亮如太阳照亮夜空，发生大地震；白天如同黑夜，下了3天的血雨。夏天有冰，地裂水涌出，农作物变色。大禹趁机亲率大军征讨三苗。他在誓师动员时声称三苗不敬鬼神，滥用刑罚，违背天意作乱，上天现在号令我们要对他进行讨伐。大战历时70多天，双方交战惨烈，血流飘杵。在最后的战斗中，三苗首领被禹部弓箭射中，禹趁机挥军直取苗师，将三苗部落击溃。三苗的年轻人都战死，三苗人10胜1。此战以后，苗族人数小于华夏族。三苗亡国。大禹建立的朝代叫做夏朝，我们苗族一直叫中国人是夏，就是为了记住禹对苗族的大屠杀。中国人自称汉族，是因为刘邦建立汉朝，叫做汉族是几千年以后的事了。三苗老年人带着小孩向南迁移逃离，几百年后在南方聚集生活，形成楚国。三苗成为楚国的主要民族。春秋战国时发展成为春秋五霸、战国7雄之一的楚国主体居民。楚国800年后又迎来大灾难，秦国经商鞅变法崛起，秦始皇灭6国的战争开始。楚国将亡，神派蚩尤灵魂投胎救楚。蚩尤灵魂再投胎为项羽，黄鼠狼灵魂再投胎为刘邦，蝙蝠灵魂再投胎为韩信。秦始皇统一文字，楚国的文字就被消灭了，也就是苗族的文字被消灭。汉字的起源与苗族文字的起源是一样的，都是九黎蚩尤的文字。项羽是项燕的孙子，楚国的贵族，其继父项梁，梁父及楚将项燕，为秦将王翦所录者也。项氏世世为楚将，封于项，故姓项氏。项羽是仲童，双眼各有2个像蝶瞳孔。汉高祖刘邦做沛县亭长的时候，为县里押送一批农民去骊山修陵，途中大部分人都逃走了。刘邦自己度量，即使到了骊山，也会被按罪被杀。于是走到丰县西的菏泽地带，就停下来饮酒大醉，就把剩下的所有农民都放了，并且对他们说：“你们都走吧，我从此也要逃跑了。”这些农民中愿意跟随刘邦的有10多个。刘邦带罪行走在丰西泽中，一个走在前面的人惊叫：“前面有好大一条白蛇挡在路上，我们还是绕道走吧。”刘邦趁着酒劲说：“大丈夫有什么害怕的？”于是走到前面，拔剑要斩白蛇。白蛇说：“我会报仇的，你斩了我的头，我就窜你的头；斩我的尾，我就窜你的尾。”刘邦道：“是你先咬我一口，忘了吗？”挥剑把白蛇从正中间斩为2段。忽然一阵风吹来，刘邦酒醒，问边上的人：“刚才听到蛇说话了吗？”边上的人答：“没有呀，蛇怎么会说话呢？”所以西汉传到平地，白蛇转投胎王莽，毒杀汉平帝，篡汉为新。后经光武中兴，平灭了王莽，才又恢复了汉室，建立了刘氏东汉王朝。而东西汉恰巧各传200余年。巨鹿之战奠定项羽霸王基业的战役，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之一。项羽破釜沉舟，项羽9战9胜，以5万兵力打败40万兵力。秦将章邯其后率所部向项羽投降。其他反秦诸侯军望风归附，向宇辕门召见时，全部下的跪行，无一敢抬头看项羽。
秦王以后，项羽分封各路诸侯，刘邦被封到巴蜀当汉王。当刘邦带着汉军到达南郑的时候，有很多将领都逃跑了。萧何听说韩信逃跑了，来不及把此事报告汉王，就竟自去追赶。有人报告汉王说，丞相萧何逃跑了。汉王极为生气，就像失掉了左右手似的。过了1、2天，萧何回来拜见汉王，汉王又是生气又是高兴，骂萧何道：“你逃跑是为什么？”萧何答道：“我不敢逃跑，我是追逃跑的人。”汉王说：“你去追回来的是谁？”萧何说：“韩信。”汉王又骂道：“军官逃跑的有几十人，你都没有追，倒去追韩信，这是撒谎。”萧何说：“那些军官容易得到，至于像韩信这样的人才，是普天下也找不出第二个来的。大王假如只想在汉中称王，当然用不上他；假如要想争夺天下，除了韩信，就再也没有可以商量大计的人，只看大王如何打算罢了。”汉王说：“我也打算回东方，怎么能够忧愁郁闷地居住在这个地方呢？”萧何说：“大王如果决计打回东方去，能够重用韩信，他就会留下来；假如不能重用他，那么韩信终究还是要跑掉的。”汉王说：“我因为你让他做个将军。”萧何说：“即使让他做将军，韩信也一定不会留下。”汉王说：“任命他做大将。”萧何说：“很好。”于是汉王想召韩信来授官。萧何说：“大王一向轻慢无礼，现在任命一位大将，好像呼唤一个小孩子一样，这就是韩信走的原因。大王想授官给他，选择一个好日子，自己事先斋戒，建造土台和场地，按照任命大将的仪式办理才可以。”刘邦答应了这件事。彭城之战，以3万楚军打败刘邦56万诸侯联军，是军事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奇迹。汉高帝2年正月，项羽率军进兵齐地及山东大部，镇压田荣的反叛。在洛阳的刘邦见机不可失，集合汉军部将以及5诸侯军共56万人，东向攻占西楚国都彭城。项羽得知彭城失陷后，命令楚军主力继续在齐地作战，自己率领精兵3万急速南下，绕道到彭地西郊，在拂晓时分向汉军发动进攻，大破汉军。韩信等各路汉军溃败，自相践踏，被歼10余万人。楚军收复彭城，又紧追不舍至睢水上，汉军被逼入河中，淹死10余万人。鸿沟协议，刘邦兵败于彭城后，刘邦派韩信去攻打各国。韩信先破楚军于荆、所之间，后平定魏国，请命北伐，拿下代国。刘邦收齐精兵后，韩信背水一战，击败赵国，派人降服燕国。支援刘邦以及清除项羽派往赵国的骑兵的同时，平定剩下的赵国诚意。刘邦乘高兵败夺韩信精兵后，韩信奉命攻打齐国，拿下齐国后，全歼过来支援的龙且20万楚军。韩信攻打楚国，汉高祖刘邦派遣侯公向西楚霸王项羽求和，项羽同意。双方约定中分天下，割鸿沟以西者为汉，鸿沟而东者为楚。9月，项羽释放了刘邦的父亲和刘邦的妻子吕氏，将士们以为战争结束了，非常高兴，史称鸿沟之约。垓下之战，项羽一生唯一的一次败战。鸿沟之约后，项羽撤兵往东回楚国时，刘邦采纳张良、陈平2人建议，背弃盟约，向楚军突然发起战略追击作战。大军追至下南时，刘邦约集韩信、彭越南下，共同合围楚军。由于韩信及彭越魏如约出兵合击楚军，结果刘邦在固陵被项羽打败。刘邦率军退入陈下，并筑起堡垒坚守不出，而楚军又一次合围了刘邦。刘邦以分封土地给韩信、彭越2人，刘邦和诸侯军共同进攻楚军，与项羽在垓下决战。汉军夜间高唱楚歌，楚军自项羽以下，莫不以为汉已尽得楚地，乃士气崩溃。项羽眼见大势已去，便乘夜率领800精锐骑兵突围南逃。天明以后，汉军得知项羽突围，于是派遣5000骑兵追击。东城快战，项羽一生最后一次战役，仅28骑战几千追兵。项羽自己估计这回不能逃脱了，对部下说：“我从起兵到现在已经8年，经历70余战，攻无不克，战无不胜，未尝败北，因此能称霸天下。现在困于此，不是我不会打仗，而是我天命如此。今日是要决一死战了，我要为诸军痛快的一战，必定要胜利3次。
为诸军击溃包围，斩杀敌将，砍倒敌军帅旗，让诸军知道是我天命如此，不是我不会打仗。此时被汉军层层包围，项羽对他的骑兵们说：“我再为你们斩杀他一将。”于是他命令4队骑兵分4面向山下冲，约定在山的东面分3处会合。项羽大呼驰下，斩杀一汉将。赤泉侯杨喜追项羽，项羽大喝一声，杨喜人马俱惊，退后数里。项羽同他的骑兵在约定的3处会合，汉军不知项羽在哪队，就也分3队包围。项羽飞驰而出，又斩杀一汉将，同时杀尽100人。项羽再会合骑兵，仅损失2骑。项羽问：“怎么样？”骑兵们钦佩的回答和大王说的一样。项羽一路逃到乌江，遇见乌江亭长。乌江的亭长撑船靠岸等待项羽。他对项羽说：“江东虽小，也还有方圆千里的土地，几十万的民众，也足够称王的了。请大王急速过江。现在只有我有船。”汉军即使追到这，也没有船只可渡。项羽笑道：“上天要亡我，我还渡江干什么？况且我项羽当初带领江东的子弟8000人渡过乌江向西挺进，现在无一人生还。即使江东的父老兄弟怜爱我而拥我为王，我又有什么脸见他们呢？或者即使他们不说，我项羽难道不感到内心有愧吗？”接着对亭长说：“我知道你是忠厚的长者，我骑这匹马5年了，所向无敌，日行千里。我不忍心杀掉他，把他赏给你吧。”于是下马步行，手拿刀剑与汉军交战。仅项羽一人就杀死汉军几百人，项羽自己也负伤10多处。忽然看见了汉军骑兵司马吕马童，说：“你不是我的老朋友吗？”吕马童不敢正视项羽，吕马童指项羽给王一看，说道：“这个人就是项羽。”项羽便说道：“我听说汉王悬赏1000两黄金，要买我的脑袋，并封为万户侯。我就把我的头送给你吧。”说完就自杀身亡了，年31岁。遗体被吕马童、王毅、杨喜、杨武、吕胜5人瓜分。项羽死后，苗族从此没有了国家。在以后的2000多年来，被国家统治者不断侵略，抢走土地，苗族只能迁移到山区居住。现如今，苗族却有灭亡、消失的危险。现代科技的进步，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，苗族慢慢放弃了自己的语言。对于一个民族能永久存在，最重要的条件就是有自己的语言以及文字。因其他语言有更多人使用，所以其他语言更容易找到工作。苗族人不得已就慢慢的放弃了自己的语言，选择使用其他语言，英语、汉语等。也有些聪明的苗族人知道语言与文字的重要性，他们想尽办法把3种苗族的语言文字统一起来，但都没有成功。语言经历漫长岁月积累才能形成，一旦失去就难以找回。苗族古代文字被秦始皇废除以后，至今都难以恢复。苗族小孩们都只学自己所在国家的语言，放弃了学习苗语。如今苗语也要逐步消失吗？神女娲在派蚩尤来人间救助苗族，我就是蚩尤在投胎。我现在要做的是有3件事。第一件事，把3种苗族的语言与文字统一为一种，只有统一语言与文字，才能使3种苗族之间交流无阻碍，使苗族之间更团结。只有达到更多的人使用语言文字，才能永存下去。3种苗族的语言相差很大，使用拼音方法构建的文字是无法统一的，只有恢复九黎时的文字才能统一。文字统一以后，就能够统一语言。苗族因为分支很多，每个种类的苗族语言都会有不同。有些人认为自己的语言是最好的，不愿意改变。如果都不改变，就无法统一，最后被下一代慢慢放弃。所以我们要愿意改变。有些苗语是借用汉语，这就是因为语言是在不断变化的。我们可以让统一的语言与原先的语言共存，要让苗语得到发展、扩充、统一，不能守旧不变。我们不仅要学苗族语言，还可学习其他语言，比如英语。学2种语言的人会更聪明，不要担心要记得太多，脑得到训练会记忆力更强。苗族战争失败后，他们都会强迫苗族使用他们的语言，不许使用苗族文字与语言，否则就会遭屠杀。目的就是让苗族不能团结，从而慢慢消失。可见语言文字的重要性，这是苗族存在的基础。现在苗语却被自己的孩子们放弃了，难道我们苗族要自取灭亡吗？现在有些新事物，苗族语言不能表达，
有一些其他语言翻译不了，我们应该增加扩充苗语，让苗语能够表达新生事物，让苗语能够翻译其他语言。苗语也要不断扩充、优化、改进，这样才能够存在下去。要让苗族语言能表达所有事物，不需添加其他语言来辅助，解决现在苗语因为不能表达某些事，不得不添加其他语言的问题。要使苗语达到表达所有一切都不需添加外语。要让苗族语言不断优化，使其有规律，而不是杂乱无章。在中国的苗族讲的苗语规则慢慢变成汉语的，在老挝的苗语规则慢慢变成老挝语的，这样的结果使得苗语的规则混乱。所以我们要优化规则，使规则固定下来，免得变成杂乱。这是一个很庞大的工作，需要很多人参与，我们苗族有能力做到。如何改良苗族语言，让苗族语言变得更好？减少一字多义的情况，一字多义会使得不能准确表达，常用字不能一字多义。把其他语言中好的部分用到苗族语言中，把我们苗族语言中不好的进行改变。第二件事，我创建一个企业，赚钱抚养贫困的苗族小孩，因为有些山区小孩很贫困，无钱上学，一辈子都生活在贫困中。创建一个企业后，就可以帮助贫困小孩的上学问题。等小孩长大后，可以帮助这个企业，使得这个企业能继续再帮助其他贫困小孩，使得我们苗族生活变得更好。起初，我们没有能力帮到很多人，但我们可以从帮助一个人开始，慢慢的会发展起来，最终会帮助到所有需要帮助的人。我们不能一开始就要求很高，这样会让我们失败。大树是从小树苗慢慢长大的。第三件事，让苗族团结，苗族人不能互相争吵，应该互相帮助。神会帮助做好事的人，如果你做了对苗族有益的事，在你死后，神就修复你的灵魂，让你在下一世更漂亮、更聪明。如果你做了对苗族有害的事，在你死后，神就会惩罚你，让你在下一世成为猪牛羊。只要你信仰我蚩尤，听从我神的教诲，神就赦免你犯的错。为苗族繁荣做出贡献者，神就会救赎他的灵魂，让他免受痛苦。只有我是保佑苗族的真神，只要我们团结，有任何困难我们都会解决。只要遵循神的教诲，我们就能团结。神的教诲是，我们要互相友好，不可故意侵犯别人，别人无心的过错要宽容。